开启。我自己的父母，自己去救。爸，强给我发信息了。他在哪儿？他人在 RE。你马上跟长安联系，让他跟你笔记本连线，我会把阿姨的资料都给他。爸爸，浩轩，怎么了？有事情找爸爸？爸爸，按道理来说，我应该先道歉，然后好好谈话。但是，我现在没这么多时间浪费了。哦不，没关系。你说吧，要爸爸帮你做什么？